由澳門特區招商投資促進局與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共同主辦嘅第17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暨展覽，經已圓滿閉幕，客商對今次參展成效感到滿意。第17屆國際基建論壇共簽署21項合作協議，簽約總金額達99億美元，涵蓋交通、建築、能源、電力、礦業、有色冶煉等多個領域，覆蓋共15個國家同地區，當中促成安哥拉、巴西、薩爾瓦多、智利等葡語同西語國家與中國簽署咗多項合作協議。3日會期共安排逾200場商務洽談，充分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、西語國家精準聯繫人嘅作用，結合今屆論壇喺國際認可度、首屆參展商數量及展會專業化水準嘅3個提升引領下，提速賦能企業出海及聯通全球基建產業鏈商機。現在我們是第一次來參加本屆論壇我們也是對論壇是慕名許久，基礎建設高峰論壇在行業當中有非常大的影響，所以我們此次呢也是攜帶了一些我們的明星產品來參展。展會的開幕的第一天就受到了很多的關注，包括澳門同行業的關注。那我們也非常幸運的，這幾台設備在開幕的第一天就全部售出了，非常非常好，已經超出我的預期了，不僅僅是我的預期，已經超出我的預期了。第一次來呢是本着我們要做一些 marketing 做一些宣傳的目的來的，來了之後呢我們會發現說這個市場的需求還是非常大的，無論是在國際的基礎建設這些承包商、大的央企也好，還是我們在澳門本地的酒店業、房建等等，遠遠超出了我們本身的預期。切身的感受就是，無論是在中國的承包商，甚至於說在一些海外的不同的非洲啊、東南亞、美洲啊等等的國家，都有很多的負責基建的領導、負責基建的客戶或企業，他們來參觀。在澳門，實際上已經把我們的影響力擴展到了全球範圍，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收穫。我們一定要提前預約好明年的展位，積極的參加。公司首次參加基建論壇，亦都係首次參與全球對接。對於公司嚟講，今次參展係絕佳嘅時機，有助於搭建合作紐帶，開展技術交流，並同內地嘅相關合作夥伴搭建長期嘅合作關係。簽約項目係一個智利學校工程，目前同內地嘅一家中資企業共同聯營同埋施工。基建論壇令到公司感到好震撼，基於峰會認識咗好多中資企業同埋政府官員，對於未來嘅合作存在好大嘅商業機會。好好啊，比往年好好多啊，因為往年咧都冇咁多呢啲交流嘅活動啊，今年好似好多咗好多，因為我呢次係第4次嚟嘅，開始傾啦。即係有幾位國內啲商家，佢哋對於我哋嘅項目都好有興趣。目前就係分享我哋所有嘅目前嘅大嘅項目。招商方面咧，就係講要睇下其他國家啲商家有冇咁嘅技術，有冇咁嘅興趣。最重要嘅技術，歡迎佢哋嚟同我哋馬來西亞啲承包商嚟合作。澳門係一個地點係最好嘅，喺每個地方嚟都好方便。此外，大會以展會加考察加對接融合模式，強化輻射帶動效應，安排約30位與會客商進行社區導覽。毋庸置疑，亞洲擁有令人印象深刻嘅基礎設施，不僅在澳門和其他一些中國城市，澳門嘅基礎設施尤其吸引人，因為它專為大型活動而設計，旨在為會議、國際論壇、會晤等活動提供舒適嘅環境。在國際合作領域，這些會議和論壇標誌着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它拉近咗我們與其他文化嘅距離，甚至拉近咗所有希望與不同國家合作嘅人們的距離。透過走訪澳門歷史片區、特色市集及社區探店等，外地客商可親身感受澳門嘅營商環境與城市活力，創造更多國際合作空間。